麥拿倫 F1 團滅啊！繼拉里大劇場之後咧，我哋仲有麥記大劇場嘅，相當之可惜啊！兩位嘅車手阿 Lando 啦，再加埋係奧斯卡啦，喺2025年第22場嘅拉斯維加斯美國格蘭披治之後，就俾人哋捉到佢嗰個車底樹脂膠板咧，係太過薄啊，所以兩個車手一齊俾人哋 DQ。所以今集嘅 YouTube 單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下麥拿倫團滅雙 DQ，咁個結果會係點咧？而家韋斯塔本已經追到上嚟，喺總成績第3位，落後比第一總成績嘅 Lando 咧係24分，而二哥奧斯卡就繼續都係落後24分，咁點算啊？喂，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啊，同埋留言咧一齊話俾我知，你又傾下韋斯塔本係咪真係可以反級成為5屆冠軍咧？喺拉斯維加斯格蘭披治站後咧就出咗呢個57號文件。咁點解咧？原因就係因為 Technical Delegate 咧同裁判舉報咗，就話阿 Lando Norris 同埋另外一個58號文件咧，就即係奧斯卡啦，就疑似啊個車底嘅樹脂膠板咧就係太過薄，咁就係違規㗎。咁通常太過薄嘅話咧，都係即刻 DQ 㗎啦。咁我哋就見到 decision 咧，就係 Car 4 is disqualified from race classification， 所有車手向上褪一格。而另外嗰份文件58咧，一模一樣，都係話 Car 81啦係被 DQ 咗嘅。咁究竟嗰個樹脂膠板係乜嘢嘅位置？邊度呢？冇錯，就係而家呢一個位置。如果大家有 budget 有翻1000零2000磅英鎊嘅話咧，其實你係買到呢一個樹脂膠板㗎。F1 Authentics 咧，其實之前介紹過嘅位置咧就係車底。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張圖咧，就有個車啦，車底呢一塊咧就係樹脂膠板嚟嘅。係好似木咁嘅顏色，但係其實佢就係其他嘅物料做到出嚟。呢一塊嘅木料嘅 plank 咧就係 FIA 啦，為咗減低嗰架車嘅氣動力嘅效果啦，同埋能力啦，同埋等架車唔好咁浪底啦，而係加喺度嘅。塊樹脂膠板頭就上邊呢一個嘅紅色箭嘴位，尾咧就係下邊嗰個嘅紅色位啦，分兩塊嘅。而家我哋見到嘅呢一塊咧係2024年左手邊4號仔，就即係Orlando 嘅樹脂膠板。2024年尾樹脂膠板就即係而家出事嗰塊之一。奧斯卡呢塊咧就係佢嗰個尾嚟嘅。咁個樹脂膠板就即係 plank 啦，左上角我哋見到個 plank 字，俗稱咧就係 plank 啦，而佢哋行內叫咧就係 skid block material 啦，就擺咗落去車底嘅頭同尾。係厚10mm，你可以有磨損，好正常啦。刮底嘅時候咪會磨損咯，所以你最多磨損係可以有1mm。但係如果你薄過9mm嘅話咧，咁就出事啦。車頭有另外一塊又係可以買㗎，咁啊我唔係收咗廣告錢啦，希望將來有廣告啦嚇。咁但係咧車頭嗰個我覺得係靚啲嘅，同埋形狀都唔同嘅。但係通常車頭嗰塊咧就貴過車尾嗰塊。車頭嘅左右兩邊會度啦，車尾嘅左右兩邊咧同樣都會度。咁 Car 4 Lando 出事嗰個位置喺邊度咧？咁就睇翻一個被 DQ 嘅 reason 啊，就係個原因。個原因咧就係佢前邊左手邊 RHS 位置就度到，咦，只係得8.88mm 啫喎。咁至於喺尾右手邊咧，就度到得8.93，係爭好少好少嘅啫。不過都係薄得滯。咁而 FIA 都戴咗頭盔㗎啦，就係話喂大佬你用咩度啊？哦，原來咧佢就係用 Mitutoyo Micrometer 度嘅。喂，咁你嚿嘢係咪買咗10年啦？會唔會好容易壞啊？舊啊唔準啊？唔係喎，因為原來今年5月先至買嘅。咁有幾唔準啊？又或者調翻轉嚟有幾精準啊？冇啊！根據嗰個製造商嘅 spec 咧 ，FIA 個頭盔就戴咗3重頭盔，就係話準確到0.001mm 啊！薄嗰個避孕套啊，0.01都唔夠啊，佢係0.001啊，去到哇，咁啊真係好準啊！咁而嗰個尾 skid 咧，咁唔單止度一次喎，因為咧就再度多次嘅，就係 remeasured。度完之後咧，其實嗰個嘅 measurement 咧，第二次度咧就仲低啲，就即係話其實再薄啲添啊！呢個係第一個 measurement 就係8.88同埋8.93。咁嗱，講到個數字咧，當然亦都要俾翻個嘢大家去參考啦。數字上，喂，咁係咪真係爭好少啊？係好少，因為大家記得喺上海站兩架法拉利大劇場被 DQ 咧，其中一個嘅咸美頓咧，其實就係因為個車底嘅樹脂膠板太薄啦。
佢嗰陣時都係尾位置 rear most skid 同而家一模一樣，即係我樣過俾大家睇嗰張圖咧，就係搏咗0.4、0.4同埋0.5啊。咁所以當時咸美頓咧係真係蝕得多啲，然後就冇懸念。咁既然爭咁少咯，咁車隊啊梗係拗啦。咁喺呢一個係判詞當中咧，亦都有講啦，麥拿倫其實有拗㗎，希望可以拗到啲乜嘢咧？就拗到 mitigating 嘅 circumstances。咁有冇機會可以減刑啊？係咪因為意外啊？咁佢其中一個講或者係求情嘅原因，第一個啦，就係因為 Day One 星期四晚當地時間咧，個天氣咧就令到佢哋去試嘅機會就少咗，亦都減短咗、縮短咗咧，就係個自由二練習。咁呢度就賴咩啊？賴大會啦！呢個第一個申請減刑嘅原因就係賴大會啦。喂，大佬，你 FPT 有2支紅旗喎，我哋 check 少咗 ，run 少咗啊，嗰度冇得跑重油，咁所以我咪唔知咯。呢個就係嗰個潛台詞。其次咧，車隊咧亦都咧就係拗咧，就係話佢哋嗰個薄得滯嘅程度咧，其實都唔係好薄啫，暗示就即係唔夠咸美頓薄喎。咸美頓嗰個樹脂膠板喺上海站再薄啲喎。咁但係咧 FIA 即係阿爺嘅裁判啦，國際汽聯嘅裁判咧就話，第一冇得減刑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喺賽例當中咧係唔存在減刑嘅空間嘅，即係賽例冇容許可以減刑。其次，跟住仲有個話咧就係亦都冇先例咧，係呢一類型嘅犯規啦，係可以唔使 DQ。所以之前嘅所有先例就係如果你塊樹脂膠板太薄嘅話咧，都係 DQ 嘅。仲有第三個頭盔，阿爺都話俾你知，你夠薑你咪去上訴咯，因為佢有權去上訴噶嘛，佢有權去上訴噶嘛。咁第三個頭盔係咩咧？就係個 steward 咧就話俾佢哋知啦，麥拿倫知嗱，我哋都睇埋 FI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ppeal 上訴庭國際上訴庭嘅以往嘅判例噶啦。其實之前就算去到嗰度咧，如果你樹脂膠板太薄嘅話咧，都係 DQ 噶。佢呢個咧就係第三個頭盔啦。跟手咧就要睇埋阿奧斯卡，點解咧？因為從奧斯卡嗰度咧，你又會可以睇下，咁咦奧斯卡蝕幾多咧？咁呢個我又覺得值得睇喎，係嘛？咁蝕嘅程度一定唔同噶嘛，咁啊真係唔同喎。其他咧幾乎一樣啦，我唔睇啦，但係就睇中間呢一個位置。嗱，你就會睇到咧，奧斯卡就再多一個點嘅，佢喺左手邊嘅前橛。左前方咧，同樣都係蝕咗0.04啊！佢唔可以搏過9mm啊嘛，咁所以就蝕咗0.04啦。咁然後喺右手邊咧嘅前面就蝕8，就搏咗0.26，喺右邊嘅後邊咧就蝕咗0.1。咁類似都係咁樣，但係你就會睇到，咦，右邊。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同個賽道係有關係嘅，因為呢一條嘅賽道。係反跑逆時針嘅賽道，左彎較多。當你有17隻彎，11隻彎當中都係左彎嘅時候咧，就會架車掟左彎就西去嗰邊，另外嗰邊。咁你西去另外嗰邊嘅時候，就會磨到咧，較為磨到咧右邊嘅樹脂膠板。同埋，如果大家喺直播畫面見到咧，你應該留意到比賽早段重油嘅時候，尤其是重油嘅時候，因為架車重壓咗落去啊嘛。奧斯卡嘅車底咧係枕住出火花嘅，喺直路嘅時候枕住出火花，我都已經見到唔奇怪喎，點解咁得意嘅咧？當時就冇為意，完全冇為意。咁麥拿倫講咩咧？我覺得咧都值得睇嘅，因為麥拿倫其實都出咗個 statement 嘅。咁睇 statement 之前咧，亦都呼籲大家有時間嘅，除咗係 like 呢一條片，留言同埋 share 呢一條片之外咧，亦都可以去 Patreon 嗰邊睇睇小弟嘅 Aden on the Move 啊。Aden on the Move 好多唔同嘅內容嘅。一拳嘅話咧，有賽後吹水站。其實我哋喺吹水站咧已經傾咗正話大部分嘅話題。未判嘅時候，我都已經話咗肯定咧死硬㗎啦呢單嘢。咁但係只不過登在實在係點嘅啫。亦都拆解咗點解鹿仔係輸咗0點幾秒，最終阿安東尼你罰完5秒之後仲喺佢前邊。咁究竟係拉里嘅工程師 Brian Bossi 廢啊？冇提佢。
隊啊，定係鹿仔雞咧，定係安東尼尼勁咧？咁呢度咧喺即時賽後分析咧，已經你只要成為咗係付費會員嘅話咧，咁即刻已經可以睇翻咧係賽後吹水站啊。咁啊，通常啲片咧都有2分鐘嘅 preview 啦，同埋亦都有係深戰室 podcast 可以一齊聽。咁究竟內容有啲咩咧？喺個 roll bar 嗰度就已經係有交代㗎啦。翻到嚟，我哋睇翻係麥拿倫啊，佢哋喺賽後嘅 statement， 呢個亦都係我收到嘅 statement 嚟嘅。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拉斯維加斯站或者拉斯維加斯格蘭披治啦。難道羅利斯知道咗被 DQ 之後，究竟佢講啲乜嘢咧？咁啊，直接引述啦，最中意就係咁嘅。咁啊，羅利斯咧就話，咁啊，當然啦，就非常之沮喪啦。咁啊，佢話臨到比賽尾段嘅時候咧，就係要有啲嘢要管理下。咁而家咧就知道咩事啦，就係因為架車咧係出現咗啲問題。咁而最終咧亦都非常 unfortunate，就係唔好彩地咧，最終係被 DQ 嘅。另外值得一提一樣嘢，就係喺嗰個無線電當中，佢應該冇播到出街嘅。其實工程師 Will Joseph 有提過話，喂，我哋而家啲油量 OK 啦，去到尾嘅時候，咁我相信咧問題唔止一個。點解會出現咁樣嘅問題？冇，所有嘢都係攞 margin。你入唔夠油 under fuel 係好正常嘅，一級方程式。喺比賽期間慳翻啲油，咁咪啱啱好 just make 咯。留到賽後有1公斤嘅油俾大會抽出嚟，咁咪可以 check 咯。如果冇嘅，咁都會俾人哋罰 DQ 噶，唔係未試過噶。咁另外嗰個樹枝膠板點解又會薄啲？冇啊，我要盡量撈低啲架車，等個 ground effect 嘅地面效應更加好。咁所以又係攞 margin 啦，個 margin 攞得太盡嘅時候咧，即係咩啊？即係凡事不要太盡，否則緣分勢必早盡。之後就睇埋奧斯卡 Piastri 又有啲咩講啊？奧斯卡咧就話好失望啦，最終1分都冇，亦都咧係被取消資格，係非常之不幸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個 skid wear，即係正話我養過俾大家睇嗰個喺 F1 嘅網店有得買嘅 plank 嘅上橛 front plank 同埋 rear plank， 咁佢哋而家就係因為尾個 plank 嘅損耗太大太薄而被 DQ 嘅。佢話由於嗰個 grid 咁近啦，實力咁接近啦，咁所以就梗係咧 always looking at where we can gain performance。嗱，呢句點樣解讀咧？就即係話俾你知，其實佢哋根本就知自己 margin 好盡，咪就係呢個位咯。佢話 always looking， 我哋永遠都要揾一啲機會去 gain performance， 因為你撈低個 plank 1mm 就閒閒地快 0.03 秒。呢個係 Andrea Stella direct call 嘅 data point 嚟嘅。我講大咗，其實咧直接引述 Andrea Stella 係話，如果嗰個 plank 高1mm， 架車就會慢0.0幾。佢冇講幾，咁無三不成幾啦嚇。咁我當佢0.03，俾大家做一個基準。所以咧，你會睇到奧斯卡嘅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已經透露咗車隊係知自己個孖轉盡嘅。咁但係佢都盡量去同裁判解釋，睇下可唔可以説得過去。咁最終咧 ，we didn't get it right this time。但係重點咧就係，其實佢默認咗咧，車隊係要揸乾揸淨，因為呢一條賽道咧 Andrea Stella 喺賽前其實有講過，唔係佢哋最醒嘅賽道嚟嘅，所以而家最終就算唔 DQ 都好，其實佢哋都係輸咗俾韋斯塔本。咁 what it means 啊 ？what it means 之後咧，就對於係講緊嗰個車手嘅排行榜啦，同埋車隊嘅排行榜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其中一個大影響嘅自不然就梗係車手世界冠軍排名榜啦。咁而家 Lando Norris 咧就有390分，有390分。奧斯卡咧就366分，韋斯塔本亦都係366分，去到只係爭24分嘅啫。就即係話最尾仲剩翻2場，仲有58分，乜嘢事都可能發生。或者係牛奶仔 Lando Norris 贏世一第一次，又或者係澳洲人奧斯卡人第一，又或者係韋斯塔本將會有機會第5次成為世界冠軍。咁最終邊一個贏呢？至於車隊榜嘅影響咧，其實就更加大噶。第2、3、4嘅形勢咧開始明朗化啦，因為係2位嘅平治車手上咗第2、第3，第2係羅素，第3嘅啦係安東尼利，係攞咗好多嘅分數，所以佢哋喺第2名呢個位置咧，而家有431分啦，係拉開第3名嘅紅牛咧，足足有成40分咁多。咁要保住2佬嘅位置，賺多第3位1000萬美金嘅獎金咧嘅機會又大一
成啦，係咪一成唔知？咁但係另外一位咧就係第六名喎，第六名呢度咧亦都就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喎。咁啊 Racing Bulls 咧，亦都咧係有客茶攞分啦，就進一步鞏固佢哋喺第六位嘅位置，有成90分，但係大輸家就係馬田，馬田就冇分嘅。哈士本來11、12，跟住兩個車手就變第10同埋第9攞3分，就由喺後邊落後2分變成反超1分。哈士上咗嚟第7，淨係呢個位如果就咁完嘅話，哈士攞多1000萬獎金，而馬田就會跌咗至少一個位，甚至再跌多個位。如果真係佢跌到落第9嘅話咧，就蝕2000萬美金嘅獎金，所以其實係多㗎。沙巴亦都攞多咗分，沙巴本來64分嘅啫，今場佢而家變成攞4分，就追近咗馬田。就馬田係絕對有咁嘅可能係跌埋落去咧，係第9位。所以喺嗰個嘅雙 DQ 嘅情況之下，以車隊計，大贏家就係平治，大輸家就係 Aston Martin， 小贏家就係細牛同埋哈士。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慷慨解 like 啊！與此同時咧，就係留言話俾我知，你認為最終邊個車手贏到今年2025年嘅世界第一咧？會係企喺第3位嘅韋少，定係第2位嘅奧斯卡，定係第1位嘅 Lando？ 點解啊？今日嘅節目到此為止，記得慷慨解 like， thank you， 拜拜。